真侪拢是我的前辈啦吼。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第77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我真荣幸，邀请做主持人。会记得旧年吼，有一届咱咧做八节的时阵，我嘛是迄天的主持人，我嘛有宣誓，讲咱我爱伫公开的场合拢爱讲咱的台语嘛，对无？所以我伫旧年登去台湾，登去办婚礼的时阵，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对我家己的要求是我爱全台语的婚礼，我要求主持人嘛爱讲台语，我寄出去的红贴仔嘛是用台语汉字甲白话字，这是作为一个台语人，少年辈台语人，我对我家己的一个上大的要求啦。虽然讲，我知影其实讲全台语吼，其实是足少数的啦，嘿啦，我相信大家若有咧参加少年人的婚礼甲食喜酒的时阵，应该拢有发现这个代志，就是有人开始做，大家做伙做都有机会甲咱的台语传落去哦。好，今仔日咱主要邀请的主要是咱请到李占兴老师来讲讲一个台湾人的故事啦吼。伫咧讲这个台湾人的故事之前，我要来小解阮李公告我来听一个团队我小看小等我一下吼。恭喜大家恭喜结婚！恭喜啊！我是第个，是第个。嘿，好大家好吼，我是周建友，我嘛是你讲过我来听的执行长。咱这个团队，咱这个 podcast 是要来讲100个咱袂记哩的台湾人的故事。主要是讲咱伫成长伫台湾读册过程当中，其实真少认捌遮台湾人应该爱熟悉的人，这是足可惜的代志。无咱拢咧学讲，伫西边迄个国家的人的故事，其实是这甲咱台湾人是较无地带的啦吼。所以这是咱一个初心要做这样代志。咱是一群伫线顶学台语课的学生。缀咧占星老师学台语课，变成讲大家嘛足有心想要甲即项代志做出来甲完成，所以就建立一个叫做台语 Podcast 的团队。咱主要做的部分是，第一，咱就用 Podcast 讲故事，都是大家人伫逐工上班的时阵，也是你有闲的时阵，就会当用听的，免用看的，用听的听台湾人的故事。另外一个部分，咱嘛望讲爱就是逐礼拜，咱就家己的团队嘛，就想足侪物件啦，想讲若要做要甲这项代志做甲愈较好，咱就讲好安尼，咱用 Instagram 有伫 Instagram 加台语词，每一集咱会经5个台语词来伫 Instagram 放上，嘛有咱团队的人会读字句教大家这词要安怎写，要安怎读这什么意思嘿。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每一个故事，有写的台语文，用台语文稿写出来，做一个伫线顶，大家有时阵若听无的时阵，有时阵一寡事可能毋知影，会当读台语文稿配咧读，安尼其实就会搁较了解讲即个故事的意思。这我就简单小解，阮即个团队即马咧做的。一寡咱的代志。目前呢，咱做到第40集啊，个40%啦吼，搁咧拍拼，因为大家想要做的物件足侪，就是你看就爱就是爱开时间，咱望讲会当搁较紧的甲这100个故事讲好了，甲台语词、甲台语文传落去，吼。我即马都甲时间交互咱的占星老师来讲，今仔日的咱无一定会记哩的
一个台湾人的故事，伊的名叫做张巧英。我甲时间交互赞成老师。多谢建友，建友嘛是一个杰出的台湾人啦，是我学习的对象啦。我今日真欢喜伫即搭遮，甲对世界各地来遮听广告的乡亲吼，大家较早。有的所在是爱讲午安，有的所在是爱讲晚安。咱若讲要听台湾人的故事啊，上好是用台湾话甲讲落去啊。台湾事用台湾话来论啊，安尼较适配啊，嘛较亲切啊。无我即马就用台湾话来讲一个飘撇外交官的故事。张超英是1933年出世伫东京的，迄当阵伊的老爸张月丁伫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究科。张超英是伊和江华的财理甘宝钗所生。甘宝钗小姐是江华的财理。伊的老爸是阿大武林献堂的日文秘书，学问真饱。甘宝钗嘛是留日的现代台湾女性，因两个亲情是由周渭水甲林献堂做的。真可惜的，这位江华的财理伫张超英还未一岁时就过身去啊。张超英是由伊的内妈甲内公张聪明甲伊带大汉啊。张聪明伫台北境尾16分的所在学着土炭，土炭伫迄当阵是足重要的能源啊，大家甲叫做乌金。张聪明伫境尾、伫目沙、伫石顶仔遐学着袂少的乌金。伊嘛真聪明，真有生意头脑。伊是日本密珠米西产品台湾的总代理，嘛是日清面粉的台湾总代理。伊伫台北州特殊街道，就是咱即马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伫台湾水泥大楼的对面，买一片1000外平的土地，起了一间真豪华的花园别庄。这间花园别庄的地址叫做江正町90番地。是安怎啊叫做江正町呢？伫因的头前对特殊街路一直行向北行，会经过一个足水的明治桥，佮刷入爬去咧山轮仔顶头，有一个台湾神宫。台湾神宫主祭的神就是北白川宫灵柩亲王。北白川宫是皇帝的接辈，伊是保卫东京的近卫师团的司令。所以讲，大家拢去遐祭拜，就是伫神宫头前的一个所在，所以叫做江正町安尼。这个北白川1895年，清国甲台湾永远的割让予日本。北白川宫就是带伊的部队对台湾登陆，由鹿港人高显英带路，一路落南，随往当着原住民甲客家的抵抗。毋过，伊靠势着伊有精密的武器，甲训练有素的士兵，真紧就由高显英带路去到嘉义啊，煞抵着马拉利亚。
伫台南过生去。每年伊的节日，台湾各地新社拢会举行盛大的纪念典礼。文武百官也要来就任的时，拢会对中正町90番地头前的特殊街路一直行对明治桥，搁爬去咧山峦仔的台湾新社祭拜。可见这个中正町90番地的地点是真好的。张聪明有一个大好朋友叫林向珍，伊是咱台湾上好嘅人。伊的田园生理土地无价之数，伊是邦桥林本源上好的换头人。华南银行就是伊创立的。这个大哥林向珍常常来中正町90番地，甲张聪明开讲。有一天过头啊，张聪明讲。都过头无我叫总婆煮2样菜，咱都厝的便菜饭啊。林向珍讲即几工毋知怎，我足少念咱台湾的切仔面，无你去逛街去面店烹2碗切仔面互咱食，食完切仔面，等于甲邦桥啉咖啡园，过顿工煞死去啊！这个全台湾上好嘅人，要死以前食的嘛，只不过是1碗上粗俗的切仔面尔。出山的前几工，有一个查某啼哭哭，讲伊是林超英伫外口所生的查某囝，差价拉摕到一笔钱以后，就此就无影无踪，不再出现了。这种代志，互13岁的张超英印象真深。讲一个上好嘅人要死以前，嘛只不过是食1碗上俗的切仔面尔。原来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伊想要伊的财产，去互一个身份不明的查某，甲伊乌一角去。原来财富性命，拢是敢若一阵白烟，真紧就伫空中散去啊！伊咧想讲，也有法度伫在世以前，甲这钱做一项有效、有有益的代志，一定是会更较好的。张超英的老爸张月丁伫上海做生意时，有2间有游泳池的别庄，一间家己大，一间做招待所。门外口停2台伫美国进口的豪华的乌头仔车。张超英也去上海，拢是由司机载去世界去佚佗。老爸张月丁带伊去上海上出名的哈飞路的私人俱乐部。张超英第一摆啉到美国进口乌噜苦甘会定制的凉水，一声就去互这凉水的口味去互杀掉。自安尼开始，张超英逐工拢爱啉美国进口的可可可啦，啉可可可啦变做伊一世人的惯习。咱即马来讲老爸张月丁的故事。张月丁真细汉的时阵都伊的老爸张聪明送去京都读小学。张聪明认为讲，囡仔也送去外国会当去训练伊独立的个性，学着新的文化甲语言，较有国际观的啦。现在要去送去京都呢？因为伊的大哥朋友林向珍有赞助一个台北3支乡的一个财主杜聪明，去赞助伊去京都帝国大学学医学，会当伫遐就近照顾。杜聪明摕着博士转来台湾，伊是咱台湾第一个伫帝国大学做教授的。
伊嘛创立一个叫做解读鸦片瘾的精神院，伫伊的拍拼之下，解决了10万1000几个鸦片线的鸦片瘾。伊嘛是高雄医院的创办人。张国鼎伫京都读小学毕业以后，转来到台湾，伊去读台北州第一中学。迄阵阵的第一中学拢是日本人读的，设备真好，师资真好。也毋过有钱有势的少数的台湾人会晓讲日本话的人，嘛会使去遐读，差不多有5%多。咱台湾人就爱去读叫做阮迄个第二中学。第二中学我一间5路台湾人拢要竞争，所以读到第二中学的学生拢是上巧、上有才情啊。迄阵的教育制度是5年一贯制，1年一直读到5年。5年以后，伊的老爸张聪明佫甲伊送去香港竹南英文学院去遐学英文，学2年，看会当国国际观啊无。张国鼎真爱看册，伊嘛会晓写作。伊上欣赏的就是中国的作家鲁迅。鲁迅是阿 Q 正传的作者，伊迄阵伫广东中山大学伫遐做文学院的院长。张国鼎就走去广东去遐读册，伫鲁迅的看教之下，变做一个有真深中国意识的人。伊迄阵含台湾的青年张清澈斗阵组立一个叫做广东台湾革命团，希望有一天会当带中国人转去台湾，甲日本人赶走。伊伫上海时创立一个革命报纸，叫做《先锋报》，甲一个刊物叫做《勿忘台湾》。勿忘台湾，伊呼吁中国人毋通袂记咧台湾，抑佫伫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会当去甲台湾解救。日本人迄阵阵伫上海有2/3的势力，看到这个反日分子遮尔唱秋都甲伊哭起来，判伊2年的徒刑，骹牢手镣，甲伊送去台湾关。2年以后关出来，伊就积极的去参加蒋渭水甲林献堂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甲以后的台湾民众党。变会反日的一定参加，变支援中华民国一定赞助的啦。迄阵台湾人是日本人伫卖鸦片互台湾人食，鸦片食条以后就无志气啊，无要出去外口，逐工倒眠床的，较翘翘。鸦片食条时无爱食糜饭，就规个人消瘦落肉，敢若一只狗的。咱台语有伫讲鸦片食条，骹翘翘，亲像老狗分洞痟。鸦片是足贵的啦，食条以后，你着倾家荡产，一个家破人亡啊！遮尔歹的代志，日本总督府哪会要创互台湾人食呢？因为鸦片的事业是占日本总统府的税收的1/3。鸦片就是日本政府的金鸡母，所以这台金鸡母毋敢甲伊杀死。这样代志互蒋渭水甲张国鼎真刺激就是蒋渭水就叫张国鼎用英文写一张批去国际联名。国际联名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经过4年的战争啊，人民啊生活水平、经济文化拢倒退路啊，像这个国际啊的经济啊大歹，为着避免过一摆的世界大战发生啊，所以世界各国的头人啊，组立一个叫做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啊，看倒位有啲纠纷会发生战争啊，就去甲伊平息、甲伊疏通迄散啊。国际联盟嘛主张国家正义，国家的主持人袂使为着伊的利益甲伊的政策残害人民。这鸦片是国际规约袂当实行的啦。看第一摆国际联盟拢无消息。电话顶啊，佫写第2张批啊。这摆除了报告讲日本政府残害台湾人民以外，佫要求因来派人来遮调查。就是这2张电报的批啊，日本政府足紧张啊，就紧派杜聪明博士啊，伊拨出30万的基金啊。杜聪明博士成立一个解除鸦片瘾的精神院啊。杜聪明博士伫咱台湾毒蛇的毒液顶头啊，提炼到一个会当麻痹、会当互伊镇静的一个元素。这个元素会使来代替鸦片。就伊伫14年的拍拼，拄啊讲过11000几个台湾人啊，这个鸦片才去解除迄散。张学鼎啊，足爱中华民国，伊甲中正顶90番地1000多平的豪华的花园别庄啊，用1块的代价啊，做中华民国驻台北的总领事。迄当做咱台湾人要去中国，就爱摕到日本发的旅行证件，去中正顶90番地转一印才有法度入去中国。张学鼎啊，人生的乐事，就每工徛喺中正顶90番地，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啊，伫日本的土地伫遐飘扬啊，人生的乐事啦。1945年第1次世界大战，日本甲缅军战争战败，日本人不得不爱离开。迄当做太平洋的总司令麦卡锡将军命令中华民国的军队暂时的替缅军接收台湾，听候时机到，会使安排做一个自民自决，台湾人民会使决定家己的运命，就敢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同款。迄当阵啊，张学鼎足欢喜的啦，中华民国要来足欢喜。佫伊伫迄个家人啊，拓广台湾嘛，迄个颜芬莲啊，因囝嘛足欢喜的啦。佫林茂生教授，佫有一个咱台湾的音乐家叫陈显，佫艺术家陈定波，音乐家卢传生，佫有一个律师陈奕祥，佫文化工作者迄个王清泉。因可无讲共文共种的中国军队啊，会使永远来管理台湾。中国的军队来到台湾，想袂到会受到遮尔大的欢迎啊！规气啊，都甲台湾霸占起来。因前偌久要去霸占越南的时啊，去胡志明啊，甲伊赶出来啊。张学鼎伫中关公署接收的一个纺织厂啊，做一个协议，伊要甲伊所学的所在拢贡献予中华民国。当阵有一个情报头人叫做毛仁凤，看到这间遮水，就讲问张学鼎讲：这间厝会使借我做情报站啊袂？张学鼎当然是满腹的欢喜啊，要借伊。
无人方来到遮，伫厝尾顶牵足侪支安电啊，通好甲中国相通。伫门仔口停着3台美国进口的豪华的乌头仔车，是要互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坐。中华顶定走去中正顶90番地，和毛人凤开讲，两个变做好朋友。毛人凤看即个人足憨直啊，足憨中的啊，就老实甲你讲局势无偌好。阮已经伫苏澳港遐传3、4台船啊，时机也无好势，阮就要绕跑伫个。你上好甲钱啊转寄去香港。金华顶就甲伊个矿业迄个矿场啊，俗俗啊卖去使的时，换着钱啊寄去香港。1947年2月大屠杀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倾向掠人，白色恐怖时代来啊！迄当阵啊，行政长官单于颁布一个命令，讲也有人检举着私通共匪，也是叛乱政府的分子，该没收的财产会使分到2成的奖金。这个办法公布无偌久，一心一意爱中华民国张学忠，就互人检举讲伊是叛乱政府的分子，真紧就互法院甲伊判死刑，掠入去笼仔内等候斩头。阿公啊，伊个老爸张聪明啊，我一个即个孤囝尔，10分的着急啊，就散尽家财，拍通关的一关送钱，最后甲钱送到行政长官陈仪的办公室啊，再由陈仪写一条啊，叫保安部的参谋长郭婉芬啊，摕即张条啊，带张聪明去监狱内，甲剩半条命张学忠救出来。咱拄仔讲到保安部的参谋长郭婉芬啊，甲高雄要塞司令的平蒙吉，因两个是228大屠杀的杀人魔王。这个代志一模一样的发生伫家人的矿业大王颜芬莲的因囝身躯顶，因囝嘛去互掠去关。颜芬莲啊，嘛是散尽家财，才甲因这宝贝囝抱出来。因两个有钱，真好运，命留掉了。啊，因的好朋友林茂生甲银行家陈宪，到目前还阁尸体找无。艺术家陈定波伫家己的火车头前互枪杀，伊所捌的朋友死的逃的。这个一心一意爱中华民国的张学忠，转来到中正顶90番地，足型的啦，足册，写一本册叫做《勿忘台湾落花梦》。勿忘台湾是伊少年时伫上爱发的一本刊物。迄本刊物是讲，互伊中国人毋通袂记台湾，还阁伫哦日本统治，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赶紧去甲台湾解救。即马的勿忘台湾花落水的意思，就是讲会记伫台湾得到教训，结果是花落落来，梦嘛吹去啊！张学忠甲这个册发行出去，真紧就去互没收去啊！自然呢，张学忠侪人伫个册房内面，无要讲一句话，35年来，就敢若
一个死去的活人共款。一直到伊77岁过身为止啊。电话顶的一生，就敢若一切所讲的共款，会记得伫台湾得到教训，就是敢若火落落来，梦嘛吹去啊。啊，无咱小休困2分钟啊，啉者水，煞咱再过来听一个飘撇的外交官的故事。建友，你有要讲话无？你麦克拍开。歹势，就大家啉遮水者。老师咧讲故事拢认真。好咯，这吼，地主姐，你敢有要介绍来宾？无看到伊入来呢，伊叫凯西，因祖囝叫凯西。嘿，啊，我有带伊，我有带伊 text， 我讲link 吼 ，meeting 的 link， 还是安那吼？啊奇怪，我着无，即阵还无看伊入来呢吼。咱拢有录影，咱会使互伊看咱的录影。哦，对，啊，只拜托你吼，拜托你送互我吼，啊，看是要用咱送互我。2项啦，因为我 low tech 啦吼，所以你看你是用看是用咱送互我，要紧，这你较个联络。送互我，安尼我看我安怎去送互因啦，因兜的人啊，安尼啦吼，呀因为我会使讲因太太吼，因太太进咧台湾，伊就月底就会转来我圣诞祖囝食啦，我会甲伊做伙食饭啦吼。所以我看无我就录起来，通送伊啦吼，嘿啊，伊本册吼，就是伊个主旨吼，伊个主旨官方顶是几号伊个吼，我有看过，伊嘛有送人大家看啦吼，嘿，你人无啦吼，人无即本册我才甲因太太讲，伊一定足欢喜来送互你安尼哈。我嘛看过，嘿，呀，咱即摆甲时间交转去互建友，好无？建友。安尼。建友，你若无即本册吼，我会当叫伊送互你。多谢。你无吼，你我OK。即摆我则搁甲麦克交互占星老师讲刷来张超英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多谢建友。张超英细汉的时阵啊，就是去读阿公，就甲伊送去大稻埕幼稚园。迄当阵啊，咱台湾人啊，要读幼稚园人真少啦，真少，因为读这个幼稚园是真贵的，何况是个鼎鼎有名的大稻埕幼稚园。幼稚园读煞时，张超英去建成小学读册。迄当阵啊，小学拢是日本人读的，设备好，老师好，毋过有5%的台湾人会当去这个学校读册啊。张超英为着因阿公为着要互伊会当入去这个5%的内面啊，伊特别伫宫前顶90番岛啊，设一个日本合适的房间啊，要听候日本人来遮检查，讲你这个囡仔有迄个日本意识啊无？就去互评审讲通过啊，入去遐读啊。咱台湾囡仔都爱去读公学校。日本人来到台湾，发现80%以上的人拢是青面牛，毋捌字啊，所以就对教育顶头着手。日本人开足侪钱建设一个公学校，四界拢有。读学校去读册是义务的，是强迫的。学生囡仔伫外口落老师，日本警察举棍也甲伊讲入去学校读册。这个6年以后啊，张超英
考入去台北州第2中学。咱拄仔讲的第2中学内面的学生，拢是上巧的、上有才情的。加在张超英啊，有去读这间学校，伫遐熟悉真济台湾的当初的讲台湾话，认捌台湾的文化甲风俗，嘛建立伊的台湾的意识啊。这是5年以后，公佫甲伊送去Roden House 读3年的中学。这个中学就是要训练你做一个英国绅士，会晓讲流利的英国话。毕业以后，伊选择要去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伊有准备要去美国留学，所以暗时伊嘛伫上帝大学学英文啊。毕业以后，伊嘛有摕到哈佛大学互伊的入学许可，伊去迄当阵去迄当阵是1957年伊去台湾的大使馆要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去互拒绝，讲你要申请护照，爱转去台湾才会使伊佫无日本的身份伊只好就转来台湾去申请。当阵要申这本护照是非常小可，真不容易有人甲伊讲，你若去做公家的头路，可能要出国嘛较有机会伊就去考入去台湾省新闻局接头路。迄当阵40-50个新闻局的人，佮4个台湾人。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以后，甲咱台湾人伫公务机构接头路的中阶甲高阶的公务人员拢降级落来做低阶。所有的高阶、中阶拢是外省人霸占。因有个人摕到一张纸，内面写讲伊伫中国读什么大学，要做过厅长，要做过什么省长啥，都叫因的同乡甲伊转者，因证明讲事实，就会使摕这张纸来做高阶中阶公务人员主管。台湾则变做一个外行领导外行的公务机构。张超英用上少的金钱、上少的器材，拍了一篇纪录片，叫做《宝岛3日》。伊摕这个片去法国马赛去参加第4届观光节的纪录片比赛，得到第2名。当阵新闻局发现讲伊有摄影天才，就甲伊送去加拿大国家纪录片中心学习要摄影，要拍电影。这1年的训练嘛，帮助伊以后做外交的工作。伫迄当阵真少人会晓翕相的啦。张超英转来以后，奉升做国际处第3科的科长。迄当阵台湾甲越南还佫有邦交，越南袂晓拍纪录片也有叫张超英带伊的团队替越南拍一支国家级的纪录片，通我宣传。张超英出世伫政治甲商业的世家，伊看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尽着人生看破人生13岁的时阵，伊的大哥阿伯张超英忽然间的过身要死以前嘛是食一上粗俗的切仔面。原来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伊想要伊的财产，叫一个身份不明的查某，甲伊挖一角去。伊认伊这个事件，互伊真深的体会。伊决定要甲阿公留落来财产，伫伊在生以前做一个足有意义的代志迄当阵伊伫做外交时，有人对台湾尽心尽力，互伊会当感动的人，
伊会去探听这个人爱什么物件。有个人爱红酒，杨超英会买一罐1000高级的红酒送互这个人。这个红酒是伊一世人毋敢想到有的礼物，就甲放喺建本橱仔内，毋敢食。啊，有朋友来的时啊，拢介绍讲这罐酒就是我台湾的朋友送我，一世人记记在心。有个人爱食美食家，伊会带去纽约上豪华的3粒星米其林餐厅，食一顿澎湃的暗顿，一生难忘。新闻局互伊薪水根本都无够伊用。伊伫日本做新闻专员的时，有一摆伊的长官宋楚瑜新闻局的局长要去日本访问的时阵啊，迄样阵啊，较我亲中国的朝日新闻啊的支店长，朝日新闻的支店长啊，敲电话张超英，讲伊想要甲新闻局长请伊食饭。啊！伫郊区的温泉乡遐，啊嘛有添订3间房间啊，拢一帮人入去即间豪华的温泉乡旅社，入去甲房间讲哇，夭寿哦！即间房间一定是夭寿啊贵啦！啊，即个宋主如讲啊，我一工的出差费才遮济尔，即间我住袂起啊！迄当阵啊。要退房啊，无面子，压大落去时无钱通好拿。当大家钱无步退无路的时阵啊，张超英讲无要紧，无够我来出就好。伊讲英啊嘛，咱即个会面啊是足重要，因为伊是拢亲共产党的，啊，伊即摆要甲咱接触，这是好的机会。啊，如果市店长印象好的时，咱台湾会见报率、报纸报道就较济，啊，伊的竞争对手独媒新闻、产经新闻嘛对落下，应该真啊要求加油加油安尼。啊，迄暗就是由张超英做通译，两方的人拢感觉真欢喜，市店长印象真好。隔天工，大家要退房的时阵，一阵人啊，心肝激一弯啊，讲即声即个旅社钱毋知偌济钱啊！啊，行去柜台顶头，柜台小姐用足温柔、足美丽的声音讲：市店长已经替恁纳啊！大家心内一粒石头才落落来。刘超英就是有这个实力啊！上重要，伊是有一粒爱台湾的心。伊认为讲不分政治的色水，是青是蓝，意识形态是倒一边，伊嘛对台湾有利益的，伊就去做啊。有人讲伊甲宋楚瑜行了伤近，讲伊是台奸，伊的腹肠真大，嘛无甲这样代志藏入去心内。伊认为做会到的。会当做就去做。张超英伫1967年啊，互人派去纽约做新闻专员。张超英英国绅士的风度，喙加一支蛤蟆齿舌甲，啊，伊慷慨，外交才好，会晓翕相。英国绅士的风度。一声就去互新闻界的人介意着啊！迄当阵啊，台湾10几年的时间，外交的命运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事件发生，张超英拢爱食无闲应付世界各国记者来讨资料。有个人会甲伊问讲，台湾政府的立场是安怎？1979年，台湾的行政院副院长张经国要去纽约访问，
蒋经国是蒋介石嘅囝，蒋介石排除万难，就是伊死去以后，即位庙因嘅囝蒋经国来顶替。伊甚至安排到第三代蒋孝文去军校读册，去电力公司去遐训练，就是要阿公传落因囝，因囝佫传落孙，甲那帝王的思想代代相传啊！这样代志，互伫美国受到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留学生真刺激啊，真突然，讲好你也敢来先，我就要甲你枪杀了。乡村啊，伫美国有一个伫读博士班的留学生，叫做黄文雄，含伊的舅啊，含伊的袂使拄摕到建筑师执照，伫一间出名建筑师事务所食头路，两个就决定要来刺杀蒋经国。因两个就是去海边啊，去练枪，砰砰砰。黄文雄伫做陆军的时阵啊，捌有即个枪啊，底枪的训练啊，伊阁是无教，独身一个啊，代志啊，去互掠去关，较无牵涉到家人啊，就决定由黄文雄行动。4月24迄天，黄文雄甲伊的小妹黄静美两个点点啊，徛伫 Plaza Hotel 的门骹口，伫遐等蒋经国出现。看到蒋经国来啊，黄静美甲伊皮包内的枪交互因大兄。蒋经国拄要行入的时阵，黄文雄枪举起来，嘣一声，惊天动地一声。真歹运啊！去互隔壁安全人员甲伊的枪掰开，枪子弹着门槛，无弹着蒋经国。蒋经国紧闯入去 hotel 内面，黄文雄真紧就去互安全人员甲伊饲咧涂骹，伊大声喊 ：“Let me stand up like Taiwanese。”喊几落摆啊！伊个袂使电视台看牛仔去互饲咧涂骹，嘛要去甲救，嘛去互饲咧涂骹。加长江报纸头条新闻报 ：“Let me stand up like Taiwanese。”是安怎？即两个前途光明知识分子，哪会要枪杀？哪会要刺杀蒋经国呢？哦，原来就是台湾是一个极权的国家，这个蒋介石要传予因囝蒋经国，蒋经国要搁传因囝叫做蒋孝文，帝国思想代代相传啊！加长江所有的报纸拢第一条头条，留学生啊看到这个天大地大代志发生。留学生离开台湾，去甲纽约啊，所看的，甲美国所看的所在，拢甲伊伫国民党甲伊教育完全颠倒摆，心肝就真拄啦！国民党竟然有一个勇士啊，甲蒋经国刺杀安尼，这毋是英雄，什么叫做英雄呢？这英雄关喺龙啊来。咱就爱甲救啊！叫律师去探听，讲爱20万的美金的保释金。20万的概念就是会使买5间1、2楼的花园的徛家，是天文的数字。留学生拄到美国，大家拢伫洗碗、捧盘，有诶伫洗衫店拍工，大家就300、500、1000安尼斗穷到上尾啊，身无法度，有4个家庭，甲伊的厝摕去挖，去银行贷款，才倾出20万，甲这两个英雄保释出来。这两个
迄当阵啊，伫募款的时阵啊，都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就是讲，咱哪会无爱伫世界争取人的言论，对台湾有利的言论，啊，咱去参与众议院，啊，叫因遮议员啊，看有法度立一个条款啊，互台湾较自由啊。啊，有个人讲解决的办法就是台湾爱建国，台湾独立，临时政府，一个文的，一个武的。迄当阵啊，即项事件，互台湾海外的社团啊，变做分做两条路线。啊，过当年，这个就是1971年，咱台湾的消防队来威廉波特。咱台湾的迄当阵啊预算啊，拢摕去外交甲国防，所以教育预算真少，尤其啊，即个体育领域搁较少，所以逐摆啊去比赛拢抱着鸭卵转来啊。啊，真是真奇怪，即个少年棒球队小学生啊，逐摆拢伫即个拍鸭，摕着远东区的款的资格赛。啊，搁入去威廉波特，啊，甲世界各国比赛，啊，搁拢会得着名。啊，所以每摆迄个威廉波特比赛，就是因的日时啊，就是咱台湾的暗时啊，大家拢半暝爬起来，啊，买泡面，买四手啊，啊，伫电视机的头前，甲台湾队加油啊！啊，变做咱我即个年纪。50岁以上年龄的一个记忆，共同的记忆啊！即马讲到这，大家拢还阁真欢喜。啊，伫海外的台湾台胞嘛真注重啦，啊，所以啊，威廉波特比赛有的赛车赛6、7点钟久才到，甚至有的开2、3工才到。迄当阵啊，群众有分成2杯，一杯是中华民国加油，一队就是迄个。台湾队加油啊！当阵咱台语界先辈蔡正良慢慢拢定定去举迄个旗啊，啊，搁迄个咱敬佩陈文成副教授嘛爱去遐加油啦。啊，即个台湾独立即个变啊，去互迄个纽约的总领事啊，足气杂个啦，啊，怎去找遐跳船的遐人啊，啊，怎带因去威廉波特，啊，看到台湾人举个旗啊，就去拍啦。啊，咱咱一个罗福船啊，伊要唱是驻日本的大使啊，嘛去互拍甲目镜破去啊。啊，就这样看到这情势有够歹啊，啊，所以就伊就去摕到这个耶罗佩奇电话簿啊。啊，就一直现看有倒一个较有可能性的，就敲电话互伊，叫因去甲市政府反映啊，讲袂使伫球场有暴力安尼啊。要就伫迄个决赛迄天啊，啊，就是大家讲哦，袂使举旗啊入去安尼，大家爱和平安尼。啊，就决赛啊，哦，啊，即个球场是人吵，啊，台湾的人啊，嘛伫电视机前啊，要替台湾队応援啊！样怎一台飞行机啊，伫吊着一个牌啊，后壁写牌啊顶头写台湾独立啊，台湾go安尼，啊不断的伫啲球场顶头写者安尼，啊这互去互亲台派的人啊，足欢喜的啦！人生的乐事就是看到咱台湾独立的旗啊伫空中伫射来射去。听讲这就是张超英的主意啦，我咧想啊，飞机的租金啊，一定出比人较济啦。迄年的寒天，1972年的寒天，中华民国联合国的设处甲安全理事的设处，拢去互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台去啊。当初台湾1600万的人民，甲国际关系，啊，甲受到国际保护的权利都无去啊。
像怎美国甲迄个沙特阿拉伯利用伊的影响来讲，无你用其他的名，譬如讲佛摩萨、台湾，还是东宁，拢会使用迄个名入来安尼。啊，当阵嘛有周书凯、沈昌发、杨尚昆啊、东义，因甲即个提议啊，去甲蒋介石讲，蒋介石想两啊是36省的总统。啊！你即马叫我做一省的小王，我无愿啊！莫甲插到斗阵啊！犯杂不量力，大家哦拢退，代表团就转来。自从安尼，咱台湾就1971年以后，咱就甲世界失去联系，变做国际孤儿啊！一直到呾，咱也变啊，迄个要做，咱也要买即个，迄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啊，因为咱毋是 WHO 会员啊，处处受人刁难。啊，咱的人犯罪走去外国啊，要甲掠倒来真困难，因为恁无引渡条约啊。啊，咱台湾有丰富的风景，啊，有真好的文化，啊，甲即个建筑啊，拢无法度列入国际文教组织内面的清单内面。台湾啊，到即阵啊，阁是国际孤儿啊，这拢是蒋介石甲咱害啦。阁无偌久，过当年啊，1972年，甲咱上好的朋友啊，日本甲台湾断交。迄当阵啊，大使馆改名叫做阿东关系协会啊，啊，伊个大使改名叫做啥代表哦。而且不伦不类啦，无偌久，基辛格对巴基斯坦啊，怎偷走去中国秘密外交，过2年啊，伊就带尼克松总统去中国正式的访问。台湾真可能会甲美国断交啊！迄阵台湾的青年蔡东营、杨灿宏、李应元。啊，个李应元因啊，拢去阮迄个去参议院、众议院啊，请这议员是毋是会使成立一个台湾关系法啊？啊，咱台湾啊，甲美国断交，则有一条锁通啊扭掉，较袂跋落去坎骹内面。1979年，张超英的好朋友 CBS 的出名的主播 Water 打电话给张超英讲，明仔载下晡白宫会发表美国甲台湾断交，你紧打电话转去台湾，互台湾人知有所应变啊！张超英得到这天大地大代志，就紧打转去互台湾。蒋经国听到这项代志，惊一个，就紧召开安全会议。第一就是军队就爱警备，万一啊国内暴动通去处理，啊嘛防止外国的侵入。啊，另外就是金融界可能大家来大量的摕钱去换美金，啊，股票大落，房地产大落，免啊处理。啊，阁有免啊安定人心，啊，就总统就录一个影，啊，告全国同胞书，安定民心。啊，阁甲各国的大使馆爱紧急某时，莫互因阁继续甲美国共款甲咱断交。即个足侪代志啊，蒋经国处理甲转来厝已经11、12点啊，啊，拄好安尼都眠床困袂去。啊，只要是坐碰椅的头壳转想的代志啦。啊，迄暗12点外，美国驻台湾最后一任的大使来甲七海园区台直的七海园区弄门，讲要见总统。警卫啊，讲总统这困无要见啊。伊大使讲，我一定爱见，今仔日无见袂使安尼。会当怎再用侍卫官走去甲坐
抗议，困袂加做诶，总结个报告讲，报告总统，美国大使来啊，总结个讲，该来总是会来，叫伊去会计熟等啊。然后蒋经国打扮像拄去互叫起来模样，今日要会计熟。美国大使随徛起来讲报告总统，我7点钟过以后，我要甲台湾断交啊！其实蒋介石，其实蒋经国伊10几点钟过前，就因为张超英的通风报信，互伊有机会做一寡危机的处理，互台湾人、互世界知影讲，咱台湾有处理危机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咱多谢张超英。1980年1月初1，经过咱台湾同胞的拍拼，台湾权益法正式的通过了。主要的有几个重要的精神，第一就是台湾的前途由台湾的人民决定。第二，两岸的交往要用和平的方式，袂使用武力的侵犯。如果有人武力的侵犯，美国会严重的关切。第三，美国有义务要提供还是贩卖给台湾有充足的自卫的能力。第四，所有的美国的外交单位依照外交的优惠待遇，加在有这条锁啊，咱台湾人才袂败落深坑内面。1980年，张超英互人调去日本做叫新闻专员。伊当阵啊，因的囝儿是细拢还阁细汉，所以一个家庭啊，上好是团结斗阵。所以夫人啊，蓝千和啊，去甲迄个纽约大学的头路4条，含张超英啊，去甲日本，一家人拢去。张超英啊，伫日本有读过7、8年的册，伊知影日本人的文化、日本礼节的进退，伊会当用短嗲的东京腔，甲日本的记者交陪，一声就受到日本记者的欢迎。夫人蓝千和真紧就找到英国伫日本的一个分公司的头路，薪水是张超英做新闻专员的3倍，并且有真好的帮助津贴。这互夫人有法度伫外国人斗阵的迄个区珍贵的所在，做一间较宽的所在，互张超英会使做国民外交的工作。迄当阵啊，张超英发现讲，咱台湾人去日本啊，签证要14天才会使摕到，并且去用刁难啊，咱外国人啊，才2天就会使安尼。啊，伊就去探听着讲，阿公张聪明内面有一个朋友，迄个即马当去做众议员，伊嘛是促进观光委员会的成员。就拜托委员去甲外务省讲看卖，委员就是去甲外务省施压，讲人别人2天，啊是咱台湾要14天啊。啊，外务省则改变态度，甲台湾人去日本2天就会使摕到签证，这是张超英的实力啊，软实力啊，多谢张超英。当阵啊，1984年的时阵啊，就是伊4年伫日本第4年时啊，伊的较早的头家啊，宋楚瑜迄当阵啊是做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文工会主任。宋楚瑜想讲要增加伊的政治的能量，后才会使做大官。就拜托张超英，讲我后个月去
日本，你会使安排我甲首相见面啊无？就这样想，我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第一，两国都无外交啊；第二是讲，如果也见面的时，首相就要承担中国报复性的反击安尼，首相加承担这个政治的效果嘛。第三，如果也透过台湾的外交的技巧，就是亚东关系协会内面写啊真侪啊，真可能甲这个消息啦卖互中国，也是卖互日本的记者。安尼代志还未进行就逼卡啊，这袂使，啊无就爱用民间的关系啊。张超英透过伊伫日本读册，尤其伊伫文化大学读册的时阵啊，拄开始啦，有去文化大学读册，内面当着的人，老师即马拢是伫政治界、伫娱乐界，即个大真出名的人啦。啊，佮因阿公嘛有留一寡关系啊，啊，就探听啊，好消息来啊，讲首相要见面安尼。这是啥人安排？就是 NTV 的头家，电视台的头家，迄个嘛是张超英的好朋友，讲迄个伊讲首相啊要去度假，要去度假，啊有约伊讲哦去高尔夫球场啊，斗阵拍高尔夫安尼，啊又甲首相讲啊无我会使邀请张超英啊甲台湾一个朋友来无？甲伊这情形报告一下，首相讲无要紧啊，这非正式见面无要紧。啊，迄天张超英甲宋楚瑜一组，啊，这个 NTV 的头家甲首相中山景康弘，啊，就伫拍球，拍到地高洞的休息站的时，煞见面着，赵三你哪伫遮安尼？哇！就大家我甲你小解，这就是阮日本的首相啊，中山景康弘啊，这就是阮迄个文工会的主任宋楚瑜安尼。哇！啊，就经过张超英做通译，四个人讲话讲真欢喜，30分钟到啊，啊，就大家要离开，个人去拍球的时，首相讲啊。我有早一个摄影师来，啊无咱4个人翕一张相好无安尼，切一个翕一相。过两天，首相办公室甲这个相片啊发去国报社，来下骹写讲真拄好。因4个人讲伫高尔夫球场讲枪啊拄枪讲去碰着安尼。啊，这个报纸出来以后，互两个大师足生气的啦。一个就是中国的大师跳起来啊，另外一个台湾的大师啊，就是亚东关系协会的代表马秋礼。马秋礼自1972年日本甲台湾断交以后，伊就去做大师，做到14年啊，从来毋捌甲首相握过手。啊，这个伊的较早部下这贝查啦，啊，竟然有法度去甲首相拍高尔夫，哇！这互伊面子挂袂掉啊！啊，这到底是啥人去安排啊？啊，就查着张超英，啊，就甲伊刁难啊，互伊歹过日啊。张超英不得不就爱申请退休啊，离开外交圈，甲因的厝的某囝。佮带转去美国啊！去到美国的时阵，迄个蓝千和女士啊，就佮转去迄个纽约大学教册。啊，迄当阵张超，迄当阵蓝千和小姐，伊是台中颜家的望族的出身啊。迄当阵台中有4、5个。有出名的望族啊，成立一个叫做颜家会，伫台中真有影响力。张超英的老爸啊，是200受难者家属啊。老爸甲老母啊，迄个离开台湾以后啊，去到美国，就长期从事台湾建国的工作。迄当阵啊。
去互中国国民党啊列入去污名单20-30年啊。啊，即个张华，咱拄仔讲，即个颜千豪啊，伊是伫台中东海大学读英文系，啊，迄阵啊，张超英啊要甲约啊，拢伫咧台北坐火车4-5点钟久啊，啊，再到台中啊，甲伊约会啊。有当时啊，买无坐位的票啊，都爱用买徛票啊，徛票拢爱安尼徛甲挡袂牢啊，一骹啊举起来，就敢若千号共款，安尼敢若号共款，安尼一骹休困，啊，忝以后，佫另外一骹安尼休困。啊，就是伊即款痴情啊，会去互颜千豪感动着。颜千豪去到美国啊，就读着迄款图书馆系啊，伫迄款迄个伫遐，咱拄仔伫讲着，就讲到即个纽约大学伫遐食头路。啊，迄人颜千豪嘛，长期从事画拍的工课。画拍就是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因为有点变迄个台湾关系法优选的工课成功，所以讲台湾囡仔想讲，无咱就伫像以色列共款，伫华府组一个办公室，请几个固定的人伫遐研究法案，啊，拜托众议员、参议员甲咱通过，安尼保证台湾的安全啊！啊，因伫遐工作做足好，40-50个优秀工，40-50个优秀工课，咱台湾是摕到第2名，第1名是以色列优秀的成绩真好。迄人阵啊，台湾囡仔啊，伫美国要接老爸啊囝儿要来时阵啊，是真辛苦。因为一个国家才有2万额的名额的移民额，啊，咱台湾人就爱甲中国安尼12亿个人口的中国人排队啊，当然是排无队的咯。啊，是画拍就去叫索拉兹甲 Kennedy， 看有法度替台湾争取2万名额无。Kennedy 伫咧台湾关系法找到一条法律，讲即条就会使啊，就叫国务院实施。啊，台湾啊，都有法度一年摕到2万额移民额，甲中国共款，一边一国啊。样做台湾的习惯法就是讲，不管你伫倒出世的，恁老爸是湖南的，你嘛爱号做湖南人啊。啊，即个湖南伫台湾出生的湖南囡仔，要去美国申请移民啊！美国讲啊，你这个湖南的，你爱甲12亿个中国人排队啊！啊，袂使啊！啊，这个高级的外省人啊，定定伫避想台湾人，看台湾无对，就甲伊的习惯啊改做台湾啊。因做张超英啊，嘛伫纽约成立一个影片制作影片的公司。啊，迄人阵啊，台湾伫1984年开始啊，就迄个民族运动啊盛行。哇，迄个一寡议题一直走出来，一直去争取安尼啊。美国的纽约华府嘛是共款伫外国隔离安尼争取啊。画拍就利用伊即间公司啊，拍一寡纪录片啊，通好寄去互迄个世界各地画拍啊，鼓舞人人心安尼。啊，1994年，张超英啊，毋是1994年，伫台北文化办事处，东京台北文化办事处啊，欠一个新闻组长。啊，日本的记者拢讲，啊，古早迄个照相都真好啊，嘛叫照相转来安尼。啊，外交部不得不才应这个记者的要求啊，去纽约啊，请张超英再度的下山啊，为台湾人服务啊。
刘小英一转来，哇，笑送，哦，凯里，哇，转来，哇，大家都盛大欢迎啊！啊，台湾的进步率就提悬啦。迄当阵啊，李登辉交代一个秘密的任务，咱拢知影李登辉真爱看日本册，伊看了一本那小那路会长上下乡之组的自传，这张自传就是伊的秘书叫做江口克彦替伊写。啊，李登辉就讲，哦，刘超英，无你去甲江口克彦甲问讲，会当甲我写一个自传无？安尼，啊，江口克彦讲好，安尼。但是这有两个问题，第一问题讲李登辉啊是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总统应该台湾人来写毋捌对。啊，第二，伊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啊，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是中国国民党是反日的啦，哪会使叫咱的总裁，哪会使叫日本记者、日本人甲咱写咱的自传呢？啊，无免就暗中进行，就是由张超英安排按江口克彦用观光的名义去到台湾，啊安排李登辉私底下甲伊接受访问，都是来来回回10摆，啊，伫1995年啊，伫外口，伫东京的出版界出版一本册，叫做《我的主张李登辉传》。这本册伫日本大销啊，大销。日本人才发现讲，原来伊无去的日本精神，甲武士道精神，伫李登辉的身躯顶有发现到啊。这本册嘛肯定讲，李登辉是一个有智慧的哲学家。啊，所以啊，日本的政治家、实业家去到台湾，拢会去甲李登辉请教。无形中就甲两国的旧儒甲伊扭紧起来，咱就爱多谢李登辉的智慧啦。啊，内面爱特别讲的讲，有另外一本册叫做《台湾纪行》，这本册是日本直木赏的作家司马元太郎。司马元太郎要见李登辉，拢无问路，啊，经过透过，嘛是得到直木赏的台湾囡仔叫做陈顺成啊。陈顺成讲好，我甲你介绍李登辉，甲伊熟悉。啊，这司马元太郎甲李登辉见面以后，李登辉甲讲，阮台湾还佫有足侪人像我安尼，甲日本的关系、感情、甲民间的交流拢伫往来。你会当去访问遮个人，写一个游记安尼，啊，你也袂晓，无我叫我一个朋友叫做蔡先生啊，带你四过去老老的。1992年，司马元太郎去台湾，由这个蔡先生，伊甲伊叫做老台北啦。这个老台北四过去采访甲日本民间有真好感情的人。一寡感人的故事啦。1993年再度佫去一摆，佫去写一年啊。1995年嘛，同时出版这本《台湾纪行》，这是司马元太郎43本的记录漫步丛书内面上有分量的一本册。这本册内面肯定李登辉是世界真少数有充分知识的人。李登辉是一个无要提名甲利的人。这个司马辽太郎去甲伊安尼肯定。这本册变作1972年日本甲台湾断交以后上重要的一本册。即摆日本的50-60岁的政治家。伊少年时，就是拢看咱讲拄仔讲遐个册，甲陆续出版的李登辉的事情，啊，甲台湾关系的物件。等候伊即马50-60岁有权有势时，伊自然就活对台湾，啊，互台湾变做一个，除了美国甲咱保护以后，日本即马嘛要甲台湾保护。
咱都爱多谢李登辉的智慧，嘛爱多谢张超英的穿针引线的功劳。1998年，张超英退休啊啦，年纪到啊，伊阁转去纽约，甲夫人个团圆。因两阿某有请养2个查某，1个查甫，因拢是一个拢有真有成就啦，真有礼貌的囡仔。你张超英去转去到遐较有时间啦，甲逐个台湾社团伴暖安尼，就过着真快乐的日子安尼。2006年。伊经过即个陈柔静小姐替伊写一本自传《强情定90番地》啊，这本册伫台湾非常的畅销，到目前已经出第6版了，是一个真张超英精彩的人生，甲伊不同的作物，拢是伫本册呈现出来的。张超英平常时都爱教一支蛤仔记，伊有当时会惊食，啥物袂使食，啥物袂使食。伊的生活较无正常，因为定定爱去交际，搁伊的工作时间就暗时，因为台湾是日时所以生活步调无啥好势。2007年，医生甲伊宣布讲，伊得着肺癌啦，这是爆发性的肺癌，佫3-5个月就会过身去张超英真着急短的性命当变安怎？伊就紧领60万的美金交华拍，叫华拍甲伊成立一个言论自由个媒体道德的奖安尼。伊计划1年伫台湾找一个新闻工作者，互伊100万台币，安尼来鼓励台湾的新闻，会当甲即个新闻的水准提悬当阵有足多代志爱做，譬如讲候选人的资格、评审的办法、评审委员要安怎选，搁奖金的管理。这拢爱白纸黑字写出来，加在伊的美国竞赛，替伊承担这个责任，甲逐项代志拢做甲真周至，互场人会当放心。张超英指定第1届的言论自由媒体道德奖，要互金兴伟先生。金兴伟是外省人，伊凭着外省人的良心，不断的提倡台湾独立。伊讲台湾会袂使分外省人、客人、原住民、台湾人，拢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唔通去互集权专制的共产党甲咱统治。伊即款外省人的良心，真互世人钦佩。2013年，新妇蓝千芳甲因大官张月丁伫200大屠杀以后，互掠去关出来时，写迄本册《勿忘台湾花露水》，重新的发行。勿忘台湾花露水，毋通袂记伫台湾得到的教训就敢若花落去，网嘛喙去张月丁伫册内面讲咱台湾人毋通5万外来政权会带来了，互咱幸福。咱台湾人建立家己一个国家，创造属于家己的幸福。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多谢各位的收听，咱后会有期。真多谢占星老师遐尔精彩的
较详细的说讲张巧英因厝里的故事，即马咱就开放讲，大家敢有问题要问咱占星老师诶？我看到陈瑞先生，请。请教赞成兄，也是任何听众吼，一个问题就是讲，根据张月英甲张超英即个爸仔囝即个经验吼，为什么张超英无为张月英的经验，也是讲学着张月英的经验，后来甲中华民国政府合作，这改成甲因老爸的即个后半生思想对反。另外方面来讲，就是讲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当拥稳张超英伫伊的体制内面做遮个代志？多谢。敢有要回答？有人要回答无？互我休困者，别人有啥人要回答无？你敢要试看卖啊？迄个张超英哦，拢从来毋捌加入国民党，伊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人。譬如讲，迄当阵伫少棒队要去拍人的时阵，迄当阵纽约的阮总领事逐个伫开会，讲决定要用武力要消灭台独分子的时阵迄当阵是无邀请张超英参加的，所以伊毋是互人会信任的国民党会当信任的人。毋过伊阁有遮有才情，阁有语言的能力，阁有一个国际外交的能力。所以不得不无甲伊用，煞袂使安尼。伫迄当阵有一个日本通甲美国通的人即款的嘛是国民党政府的人才之一安尼。阁有人要回答即个问题无？像为张超英本人的立场来看，伊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完全甲中华民国脱离行台独的路，伫体制外行台独的路。第二个路线就是像伊所经过的，安尼会当拥稳中华民国体制内面，互伊做代志安尼。所以这是照我看起来，伊有两个选择就对了。想要 feedback 的人拢会使举手吼。梁光兄，你敢有啥物话要讲？但对即个问题实在是真好的问题，嘛真深啦要回答即个问题，可能爱牵涉着讲每人的即个哲学观来来回答啦我是拄好想着讲，咱假使若甲即个咱所谓的台湾国，甲伊当作上帝国啦我想着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足好囝的少年官伊财产真济伊做人嘛真好啦伊的做人啥物物件拢无啥物通指责啦伊就来问讲要安怎样较会当入即个天国，入上帝国伊甲伊讲，你着去卖所有的财产拯救善良人来军队我，安尼你较会当入天国。到尾即个
少年人吼，较安尼怎啊诚忧愁，怎啊离开啦吼。啊，耶稣甲伊讲即个故事吼，毋是讲咧指责即个少年人，伊是因为听伊，较甲伊讲遮个代志啊。吼，啊尾仔，迄个圣经有一个注解讲吼，即个好野人要入天国吼，真困难吼。啊，但是总是吼，在人买的吼，离上帝拢会安尼啦，吼，拢有可能。所以我是要回答即个单位的问题，我忽然间拄想到遮个代志，因为这每一个人伊的背景真尔啊无共吼，所以咱来想讲，可能我嘛毋捌张超英，但是我来想象伊的处境 ，OK， 啊，伊若是讲好，伊完全放弃，伊要完全放弃啊，啊，就怎无行台独路线，啊，主张反中华民国的体制，伊会检采讲，安尼我有遮个机会，我会当伫体制内替台湾人做寡代志，遮个机会无去，检采嘛会加减会想着讲，我安尼。那规个变做讲行因单独立车，是毋是讲我下遮个家产，所以我遮个所有遮个关系，我拢做一群爱放弃，所以是这讨论的即个考虑的因素足尔啊济，这互我想着讲，被压迫的民族无一定会团结，会拄好会愈分裂，就像讲单位兄弟几礼拜前、2礼拜前，伫遐咧讲最后的埃亚皮人，伫迄个墨西哥遐迄个一个语言灭绝的一个民族，因最后剩2个老人，敢若剩2个老人会晓讲埃亚皮的话，因2个既然互相无讲话，袂合作，所以这是被压迫者的悲哀。所以我感觉讲，单位兄弟问即个问题。真好，检采也无答案啦，每一个人也无答案，就是感觉讲提即个问题出来，互逐个人去想，我会记你伫即个你讲的遮个话是伫即个咱台湾文化赏所讲的，咧讲主要是要讲咱即个论坛，咱台湾文化论坛的即个功能目的，伫即个场景的内面，你来讲即段故事，来讲即个咱台湾论坛、台湾文化论坛要扮演的角色，我是感觉讲即个故事含今仔日你所问的问题，真值得互阮大家，咱大家做伙来思考安尼。我想多谢梁公兄我即摆佫刷落去问啦就是讲嘛毋是问啦，就是我联想着即个张超英即个伊所行的路甲互咱的挑战可能甲即个最近过身的郭宽敏即个背景来甲比较者，可能也真相似啦，我会当提醒。咱真济代志来思考啦，我互我想着安尼啦。我来讲迄个郭政府要过身以前，郭宽敏去甲看，去看因大兄，大兄就讲你即马好无安尼啦？伊讲我诚好，我着伫做台湾独立的代志啊。伊讲我一世人为中华民国做代志啊，定定拢去互牵制啦。我看你会当做台独的代志自由自在啊，我是真欣赏你啦安尼。郭政府甲讲，这就是死亡的美学啊！你要死以前啊，还阁思思念念中华民国安尼。
你就是家己吼，咧去行家己的路安尼吼，无咱就再会安尼啦。郭政府要死以前看因小弟来，嘛真欢喜安尼啦。要走以前，甲伊下一手安尼，甲伊比大富翁，甲伊比一支安尼吼。这是我看的资料咯。就是讲一个，这个等于讲一个一切吼，身躯排着中华民国包袱的人，加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吼，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抱负吼，即款拄好两个拄好一个对比安尼。静涵老师嘛有举手，嘿，是我听到吴医师即个问题啦，是我感觉问题确实是真深刻，当然嘛是无答案啦。我家己听吴医师咧问，我嘛咧想讲，有啥物答案安尼？感觉嘛是感觉应该是无一个答案啦。我有分享一寡例啦，就是我想到的例啊。第一个是迄个曾理和啦，曾理和就是一个客家的作家嘛，伊有写两本册，介心识，一本册叫《原乡人》啦，原乡人啦，原乡人啦，迄是另外一个是迄个白字的悲哀安尼啦，白字的悲哀就是讲，伊来白字的悲哀是安怎呢？伊讲伊迄当阵嘛是对中国有真侪迄个期待嘛，但是到尾伊真正去中国以后伊就是内底有讲这中国人敢若是心胸足快安尼，但是独就是你毋好互伊知影你是白字啦，白字就是台湾人啦，白色的汉字安尼因为你一旦伊会当包容世界的人，但是你若互伊知影你是台湾人伊就甲你排斥甲你欺负甲你安怎迄就是咧讲即个就是因其实对中国甲迄个应该是甲张超英的阿爸就是我赞成老师讲的安尼有就是差不多啦，就是讲迄当阵对中国有望的遐个知识分子，其实到尾也拢失望啦，拢失望安尼所以台湾独立的意识台湾意识应该嘛是伫即个228白色恐怖以后慢慢才起来，无日本时代大家嘛是台湾知识分子，老实讲真侪嘛是拢中国意识嘛但是迄个啥，我即摆咧就是讲，我即摆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即摆咧做客委会的一个计划，就是要调查台湾人对就是国语运动啦，对台湾人的台湾本土语言的伤害啦。这伤害大家拢知影，结果是啥？但是伊迄个客委会主委杨长正，伊讲的是讲伊想要知影讲面对一个强权的时。就是讲，迄个国语运动、国语政策啦，迄当阵台湾人拢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语。但是面对即个无公平的政权的压迫的时，民众采取的策略到底有啥物啦？因为有的民众伊就是像日本时代国语运动共款，伊规心就拢翻去迄个掌权者迄边嘛，就是讲伊规个想法就是，我要像日本时代国语运动，就是我要做日本人，我要甲家己的姓改掉，文化改掉，语言拢改掉，迄是一路，迄是上这边的啦。所以伊讲相信迄当阵一定嘛有真侪人是安尼想法，但是嘛有一寡人是。就是讲，我就是不爱甲你合作啦，我硬硬高要甲你吐就对，我一世人爱遵守这即个你的迄个独裁的看法。但是中嘛，佫有真侪策略啦，中到底有偌侪策略？因为这牵涉到每一个人伫社会地位影响啦，甲伊的迄个心理的伊的想法伊的啥，所以有无共款的迄种。无共款的迄种伫中啦，即上即两边咱就莫讲嘛，就是中有足侪种策略的伫国语运动内底，所以迄个啥，迄个杨中正主委伊就讲，伊想要知影讲台湾人大概有几种对应的方式安尼，所以我想你问即个问题其实甲迄个杨主委想要知影的物件，应该是足像的，就是讲。面对即个国民政府即个中华民国政府的迄个强权啦，就是讲咱明知影，迄当阵的人明知影这是无望，也是讲是就是无好的一个政权，但是
要安怎对应伊啦，吼，可能大家嘛有无共款的想法安尼，所以我想张超英安尼考虑啊，吼，可能会当过来研究，这嘛是趣味深色的问题啦。嘛检查有可能是梁光兄头拄讲的安尼，伊就是想要做我代志啊，有诶代志啊吼，体制我做会到，有诶代志啊体制内做会才做会到安尼吼，所以啊吼，就是嘛无定是迄个张超英伊就是有一寡想法想要做，必须要借着体制的力量才有法度完成安尼，所以伊就选择甲迄个就是做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安尼啦吼，这是我一寡想法啦，嘛毋是简单的，甲迄个王慧珠分享吼，我来讲到遮。信涵老师吼，迄个建议我即摆有看到两个人举手，一个是 Josephine 吼杨，迄可能是黄河芬，第二位单清准，这里 Orange 清 County。准。OK， 安尼咱先请何芬讲，过来单清准先生。大家好，今仔真感动，即个讲员吼，甲咱介绍真好诶过去诶迄个伟大人物啦吼，真感谢伊来介绍即个花帕吼，因为我捌做过花帕6年诶会长啦，即马就是因为有诶人想讲美国都拢主动有和台湾吼诶关系真好吼，但是阮花帕有哪还阁做认真咧做吼。因为阮有哪安排足侪迄个巧遇的迄个情形啦，就是讲美国的迄个要和咱台湾的官员见面的是，阮拢用即个巧遇的方式来安排较袂受到打压，较会当成功希望大家继续拍拼来支持我拍，感谢，多谢。即马请陈清准先生。好，多谢吼。迄个陈雷兄，你的问题吼，互我深深有影，真感慨啦。是对，你的正确，迄问题真正确。我有一个想法啦吼，迄个228的家属吼，以后伊的迄个台湾意识吼会变，这例足侪啦。我上记一个台北市长郭文哲伊的阿公，228的家属，伊迄孙变安尼，咱看的即种情形，我咧想张超英伊若讲228的家属的受难者伊的孙安尼，伫咱看有影，那亲像走精去啦。这个代志吼，确实更较正面讲，这个228的代志实在是对台湾人，甲咱即摆这个到这个现在吼，也处理真那种真矛盾的这个情景。我有一个感慨，可能吼张超英伊的某颜清和吼。伊的意识较坚强，台湾意识所以加在有伊带着这个颜清和所以尾伊的迄个意识才慢慢个，并且对台湾来贡献安尼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多谢。这个举手吼，林教授林志美。大家好，我迄个有2点来甲大家分享吼。第一就是即个关于讲捐钱60万即个代志吼。我想你可能爱搁较斟酌一个吼，这可能有一寡内幕吼，所以即点我无讲足确定啦吼。另外一项代志呢，是甲即个张先生是无直接关系，我是要爱讲的是讲，
迄当年1972年咧，即个 Williamsport 的校棒吼相拍即个现场，我有在场吼。啊，尤其搁较奇妙的，就是迄当时，阮拄啊去，阮是住喺纽约，拄啊去北平吼，去佚佗了后转来。啊，转来到Connecticut 咧，迄个休困的所在了，搁坐车吼，搁就车，搁继续，啊，阵顺迄个车先去 Williamsport， 啊，则搁转去厝的吼。啊，所以为即个 Connecticut， 阮停路途停，啊，怎啊搁坐车的时啊，阵就边仔就发现一台巴士，吼，内底完全拢是东方人、中国人啦，吼。啊，穿迄落乌西装伫的吼，拢无表情，无迄落真严肃的表情，啊，一群人拢全查甫的吼，啊，足奇怪。啊，搁阮一路，因为阮阵为遐一直驶去 Williamsport， 因若拢一路拄啊，差不多甲阮平行，拢咧到拢一路拢做阵着，所以为迄头门啊，拢看甲真清楚啦吼。啊，即摆就是去到即个 Williamsport 即个相拍吼，即迄阵阮嘛拢有看着。啊，照迄个实际上吼去照相的人，我嘛有熟识的朋友，因就是咧讲，因结果就是吼，即阵甲阮上巴士来即阵人啊，因有传迄落德光啊吼，内底是底石头 ，OK。啊，所以拢用迄安尼来翕啊，吼，所以人拢会去照着较重的相，毋是讲干那普通的竹啊啦，尔。啊，佫真知影，就是迄阵 Connecticut 即个海军基地吼，啊，所以因即阵吼是等于是政府派来的人，吼，毋是平常像你讲的讲，或者什物跳船啊啦、行船啊啦即款啊，吼。啊，我即摆吼拄啊，即个咧 website 也有去找到即个技师吼，即个或者海军吼，请一个或者首任的舰长，或者姓即落当毋知要安怎读即落，或者关正清啊吼，关山的关啦吼。啊，因就是讲，因家己嘛讲，因咧即场扫棒的咧拍的时啊，因也或者恭逢其盛啦，吼，有去参照即个奋战啦，吼。啊，即个人呢，伊回忆因讲的讲法，伊是讲安尼，伊讲迄阵1972年的时阵，吼，扫棒是8月2日对无吼？啊，因即阵是3月的时阵，就来美国的即个 Connecticut 的 New London 的基地，吼。有即个潜舰诶，迄落舰吼，潜舰学校咧受训啦，都是台湾派来咧受训啦。啊，所以因迄阵知影讲，咱即个扫棒诶时阵啊，有咱即落因所谓的台独团体安尼吼，啊，所以因无要因想讲咱会袂放过即个机会。不过我迄阵在场的时阵，人是干那喊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安尼有啥物毋对呢？吼，因都来大拍。啊，所以除去即阵的人以外，吼，来就是因要来收即个潜舰，吼，来美国来遮收潜舰，啊来受训练的即寡海军的官兵啦，吼。啊，除去这以外呢，因阁有一批吼复兴航运公司的船员啦。啊，因即寡船员呢是真侪，是本来是海军的前辈。啊，因甲即寡官兵吼，就是我看迄寡官兵吼，因是真熟悉啦。所以上头照因讲，照即个官的讲的，伊是讲伊是本来是先即个复兴船员先落去打群架安尼啦吼。啊，但是讲因为毋是对手啦，所以因就话讲哦，海军的那见死毋救啦，所以因即阵来潜舰的来修潜舰，啊，甲来训练的即阵阵也参落拍吼，这是即个官的讲法啦。不过我是亲目吼，就是看到即阵安尼
会使讲面有恶相的即款安尼会一定穿乌衫的人来吼，啊，因来拍阮即落少年的台湾的学生啥，吼，所以拍啊实在是足凄惨的，足无道理的。啊，因电即马因家己嘛承认，伊是来参加，因讲来供奉其神吼，所以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想讲一定爱甲大家分享讲即段代志，好，多谢。多谢 DB 姐，这是足重要一个见证啦吼。我多谢你的指教，我会甲这个收起来吼。迄个后盖有机会，我搁甲修正起来。多谢。建佑，迄个即马台湾已经真晚吼，所以你敢会当做一个 ending 嘿？好啊，再一次感谢大家伫世界各地吼拨工来参加咱今仔日的活动有今仔日咱的大家做伙是真欢喜的代志咱后回的活动咱线顶则搁再相会就大家伫台湾的较晚的，咱就紧去困吼，安安。多谢，真多谢，建佑。真多谢，嘿。多谢。梁光兄，你敢有要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咱后礼拜吼爱特别较注意，因为咱时间吼拢提早1点钟。哦。毋是，就是讲伫台湾吼，伫台湾是10点啦吼，我则变透早6点。恁美东后礼拜尔啦。恁过着已经下练时间。迄个咱后礼拜节目是迄个台湾3月份的台湾文学欣赏会吼，咱有邀请到即个黄文俊吼，黄文俊先生，伊要来分享讲即个文学的即个写小说的迄个角色的确定的款吼，我是毋是有人知影来讲较清楚的？还是我来找迄个，我来找吼，大家报。有另外一位作家，就是林美丽女士吼。伊要来做回应，伊要做舞台回应，要做舞台人。其实迄个林美丽女士吼，伊有 cancer， 爱伫病院出入入足侪遍。因为咱即个节目嘛，一直咧改时间，拢讲恁搁演，我毋知会当来袂，所以实在是真甘心啦，伊要来甲咱分享，呀。文俊伊是迄个种的西顿的好厝国小的老师啦，伊之前捌做过教务主任，伊是台语的迄个中央辅导团的团员，当然伊即摆已经退啊啦吼。伊对即个教育吼，就是台语教育啦，有付出真侪啦，所以伊其实主要是教育啦，伊定定去巡回，因为因中央辅导团去全台湾辅导其他的县市、各县市来做台语教育嘛，伊家己嘛有写作，我会记得伊打开始伫本段有一个有名声吼，是伊写一个臭豆腐啦，因阿爸卖臭豆腐的文章，结果着迄年教育部的迄个台语文学奖的头奖安尼啦，所以开始伊就有信心，就开始写作安尼，所以最近出一寡作品安尼，什物杨桃将军啦，万年柑仔店，迄拢是最近出的啦。英国伊有写一寡散文，嘛是拢嘛有去就是学校的老师啦，是讲课教材选入去课本内底安尼啦，台语课本内底，是文俊啦，真多谢迄个信涵老师的补充介绍吼，这就是迄个 flyer 希望后礼拜歹势都提早1点钟久，因为配合台湾的时间，因为阮感觉林美丽老师伊身体无遐好，咱嘛歹势互伊安尼伤晚啦所以就干若1礼拜，过来就是开始下练时间，咱就无即个问题啊。好，文俊老师敢是捌来讲过即个台湾即个
教育的情形嘛，吼。哎，迄讲，对对对对对，迄嘿讲迄是，条目叫做啥物款？对台语教育到用台语受教的句例，吼，我会记你写安尼款。无咱即